达摩祖师南北朝时代来到中国的。中国人剃发为生，是三国时代那个曹丕、魏文帝耶。中国出家人佛家出家人，中国的佛教出家人吃素哦，吃素不吃肉呢，不吃众生肉呢。开始于梁武帝，南北朝那个南朝刘宋，刘宋，不对，是宋齐梁陈那个梁武帝。中国的佛教出家人吃素啊，开始于梁武帝。梁武帝规定了，梁武帝是南朝宋齐梁陈那个梁。梁武帝号称菩萨皇帝，但是还是难抵因果报应啊！火井之乱被困了，饿死在台城，好像是月台坐火车第几月台的台城墙，城市的城，可以在网络搜寻。神通抵不过业力啊！你看，然后他吃素了，修行了，有受菩萨戒了3次，好像说3次，舍身同泰式啊，还要由那个官啊属下那个些官员把他赎回来。但是你看因果报应还是要接受，还是逃不了因果报应。这个因果报应前世就是跟那个樵夫还有猴子之间的关系。樵夫猴子说争那个拜供佛的那个鲜花，然后那个樵夫说把那个猴子的出入洞口塞住，害死猴子。然后在更前世说，在那个寺院佛寺里面，有那个出家人跟那个大蚯蚓。出家人要做早课的时候，会有大蚯蚓会有叫声，大蚯蚓有叫声叫醒出家人起来做早课。但是那个另外没有那个听那个虫叫声的呢，没有办法跟得上做早课。还有坏的和尚，有坏的出家人，坏心嫉妒说用那个好像是热开水还是用什么烫死那个大蚯蚓呢？你看那犯了杀生罪恶的大蚯蚓，后来说转世做猴子了，那个出家人转世做樵夫啊，是这样吗？还是相反呢？好像相反呢。会不会是那个蚯蚓后来转世做樵夫啊？然后那个坏的出家人造了杀生罪了，转世做猴子吧，罪比较重的应该是畜生道，转世做猴子吧。还有那个有功的应该转世做人，是做樵夫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大蚯蚓有功，转世做人做樵夫。坏心的出家人犯了杀生罪，你看，连杀蚯蚓都罪了，你看，那这该怎么办呢？要帮他超度啊，皈依3皈依啊，不能有纯恶心杀害啊。坏心出家人转世做猴子吧，猴子跟樵夫，你看，可能都在同一座山，然后还是在某一座寺庙说要争着供，是不是这样吗？争着供佛吗？这个香
那个用鲜花供火才对啊，是那个樵夫用鲜花供火嘛？那猴子怎么把它拿掉了？奇怪，这里不太清楚了。后来那个樵夫就在那边等看看是谁把他的鲜花给拿掉了。等到的是猴子，后来很生气，尾随着猴子，然后找到猴子出入山洞口，说可能是用大石头还是用什么把洞口给塞住堵住，造成猴子不能出来讨食啊，饿死在洞里面呢。你看这又犯了杀生罪。这样，猴子前世是坏和尚害死这个大蚯蚓，大蚯蚓转世做樵夫，樵夫在害死那个猴子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然后又转世，猴子转世后来成为猴精，樵夫后来转世做梁武帝，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劳，能够做帝王？据说那个帮忙破庙有什么功德？看到那个佛像，看到破庙佛像会淋雨，下雨的时候会淋雨，说用什么斗笠还是用什么戴在那个佛像头上呢？这叫做造三宝殿就有大功德，是这样的吗？你看他转世做皇帝，梁武帝，猴子后来转世做侯景呢，侯景叛乱在困死那个梁武帝啊，因果报应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所以不要再杀生吃肉了。